中共伫顶个月对台湾发动5届的联合战备竞选，有国军的高层就分析讲，解放军有可能会对训练直接变作是战争，互咱的国军未赴应付。国防部今仔嘛发布讲，有中共的军机10架次、军舰6架次，佮公务船4架来到台海的附近，佮有解放军的直升机出现伫东南外海。中共相关台海情势紧张，根据统计，共军2月对台展开达到500个联合战备竞选。有国军高层分析共军动态，像共机为国基地前推火箭军6项直升机也上台部署伫第一线，都是要加速由混转战，和国军未赴应对。因为他们这种操演，已经是常态化，甚至是有些是无预警化。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担心会有一些麻痹的状况。我还是必须要警示中共由训转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国军也应该强化对共军联合战备警巡的情报的收集与判断，并加强后备动员的速度。共军由混转战若成真，要武力反台进程，有望有真侪前调，包括共机大量集中、部队大规模的调动、医疗物资、弹药集结、港口等等。调查单位认为，国军爱加大征收的量能，佮将共军由混转战的可能性搭伫汉光演习演练。国防部前3发布，征集共机10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伫西南、东南空域9架次，结合局舰6架、公务船4架交代，观察共军动态度。共军直升机出伫东南外海，学者分析，中共恐惊演练对台湾东部的突袭作战。他现在有了2栖突击舰、船坞登陆舰之后呢，然后使用大型这个直升机，那他就很可能会在这个区域，那利用这个直升机带领这个载运特战部队侵入，可能将来未来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东部的这边的这个海上活动的这个监控，还有低空活动的监控，可能要考虑要加强。国军强化战训本部，严格面临兵力流失。对此，国民党立委提案，要替国军加薪，分别是2亿，每当加过基本工资28590块，加志愿役加薪2万。国防部也有提出调薪的方案，已经送到行政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